各位同學，大家好，又係星星老師和你講中史。好，呢一節八國聯軍之役嘅經過。之前講咗背景就係當時列強入侵中國啦，咁就跟住咧令到中國民生困苦啦。中國咧亦都係經過呢個嘅被瓜分嘅危險啦，又覺得係國家將會滅亡，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好多人就唔中意外國人啦，於是出現咗義和團呢樣嘢。好啦，義和團咧，咁後來得到呢個朝廷嘅包庇啦，慈禧都係因為維新運動咧，亦都唔中意外國人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係利用義和團咧，就係去排外啊，盲目咁排外嚇，都幾不文明的行為啊，不文明嘅行為啊，即係咧係亂咁破壞啊，同埋殺人。好啦，咁好，咁咧就現在呢一節咧就講呢個經過啊。義和團咧就初起於山東啊，後來因為清廷嘅袒護啦，同埋利用啦，蔓延到去天津、北京、華北以至東北，即係好大嘅地方啦。招致八國聯軍之役經過就如下。好，聯軍發動進攻，其實呢個進攻就即係出兵嚇。義和團咧就係1900年開始咧就大舉咧進入呢個天津同埋北京嘅地區，咁咧各個公使即係咧駐中國的領事嚇，咁即係咧外交人員啦嚇，覺得哇好危險嚇，咁於是咧就紛紛就致電本國，要求咧就出兵保護嚇，即係干涉啊，就唔俾啲義和團咧就傷害呢個公使等等啊，或者呢個外國人啊。1900年6月初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咧組成聯軍。其實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咧就嘅軍隊咧其實就唔多嘅，只係2000幾人，2000幾嘅軍隊就即時可以撥發到㗎，其實2000幾個啊。好啦，咁就由呢個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西摩爾咧就率領就開始進攻，但係其實2000人你係唔係真係作為一個侵略咧？就其實好難可以話係侵略嘅原因就係咧係人數太少。好啦，咁後來八國聯軍係多啲人嘅，後來咧就1萬，就睇翻我國庭以近代中國史綱先啦。後來增至12000人咁咧再後來咧就再多啲人10萬人。咁即係其實咧係一開頭咧係只係調動到2000人咧就係進攻嚇。好啦，咁就呢個時候咧係1900年嘅6月初。好啦，咁記住時間喎，6月初。咁點解咧對我哋了解呢場戰役咧好有關係嘅？我睇下咧就係國庭以近代中國史綱呢一本書裏邊嘅呢個記載啦323頁啊。好啦，咁就頭先係6月啊嘛6月發動進攻啊呢個都係咁寫嘅。董福祥軍入北京之後，呢個董福祥就係清朝嘅軍隊嚟嘅，清朝咁就入北京之後就即係咧就係同啲義和團配合咧，跟住咧就係進攻啲外國領事嘅地方啦或者係教會嘅地方啦咁樣嚇。天津嘅英俄德法美日意奧八國咧嘅海軍司令應呢個公使團嘅要求咧，就派咗2000幾人咧赴援，所以一開頭2000幾人，同本書所講一樣啊。咁就由呢個嘅西摩，你本書就譯個西摩爾多個爾字咁西摩就出發。好啦，跟住嗰啲義和團聯同清軍就董福祥啊嘛，董福祥係清朝正式軍隊嚟㗎，大家知正式軍隊嚟㗎。佢咧就聯同義和團咧就做呢個前鋒董福祥軍隊做主力。就殺害日本嘅書記咧，就係杉山彬。跟住12日咧，就燒教堂教民嘅住宅咁跟住咧就燒到通宵達旦啦13日12號、13號，好啦，教民被殺咧，
就多達300餘人。嗱，教民就唔係淨外國人㗎，即係嗰啲入咗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嗰啲嘅教徒啊。好啦，再難有個再字嗰啲咧就係親王級，即係呢個呢個滿洲人嗰啲人嚟嘅嚇。咁就親督縱火嚇，即係佢哋有份參與，好明顯係。好啦，咁火勢咧就好猛烈。咁跟住咧就係焚掠一空，十室九逃，即係咧即係啲人就走啦。呢個有亂事發生係咪嚇？好啦，咁就天津情況亦都相同啊，即係北京、天津等等都相同啊。好啦，咁就當時13日之後，即係呢班義和團咧係極搗亂啊，即係呢個盲目排外2個星期嚇。因為榮祿嘅院勸曾發布幾次嘅詔報解散義和團嘅上諭，即係咧就曾經係發過啲命令啊，上諭即係皇帝的命令啦嚇。咁咧就係話要解散義和團嘅慰問各個公使，但係呢個發布咗啲命令，但係冇效啊，冇人執行啊。當時亂七八糟啊，已經係權黨就即係義和團啦嗰班人啦，就控制咗北京啦，已經係。當時慈禧就算有心轉變咧，都已經唔可能啦，即係呢本書嘅説明啊。而最後奕匡都係親王啊，即係啲滿洲人啦就面告公使，同啲公使團講無力平亂。好啦，清朝自己都話無力平亂，咁係唔係即係一定要外國人去參與先至可以平你個亂事咧？咁咧義和團八國聯軍八國聯軍之役係算唔算入侵呢個中國咧？咁即係喺個起點上咧，你而家去起點上咧，其實係清廷平唔到亂，跟住義和呢個八國聯軍入嚟。咁當然最後結果入嚟之後咧，八國聯軍就做咗好多衰嘢咁就你可以話係入侵啦。呢個 part 就係好，我翻返課文度啦。我知道咗裏邊頭先都講咗仔細嘅詳情啦，即係逐個星期咁講啊。好啦，慈禧對外宣戰，八國聯軍在大沽口集結嘅時候咧，攻陷咗炮台啦，直逼嘅天津啦。團民咧就係正蜂擁入京，就係攻殺洋人咁所以係真正咧係威脅到佢哋嘅。咁清軍董福祥頭先講過啦，部隊咧就聯合咧就係圍攻東交民巷各個使館，同埋呢個西十庫一帶嘅教堂。使館及教堂，如果使館從今日嘅現代角度嚟講嘅話咧，就即係如果係英國使館就屬於英國嘅土地，等同屬於英國土地，即係佢有自由嘅咁但係問題咧就你而家揾人係打佢使館咁就教堂。咁頭先都有提過啦，咁日本使館嘅杉山彬咧，同埋就係死咗啦被殺啦咁呢個又提到另外一個人啦，就係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咧，亦都係被殺嘅。好啦，咁清朝召開多次嘅御前會議啦，即係緊急會議啦咁就跟住商討咧就對策。咁由於滿洲人在其江毅咧就力主用兵嘅，慈禧6月21號喺江水帝名義下，咩名義？江水帝都冇權噶嘛，俾困住咗噶嘛，基本上咧就係攞佢個皇帝印就級嘅啫就向各國宣戰，命清軍咧就聯同義和團咧就全面進攻各個使館。好啦，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啲外國人就唔干預就怪啦，係咪？好啦，呢一度就清廷在和戰問題上舉棋不定，呢個你自己睇啦，因為頭先都講過，慈禧太后其實當時係有疑惑嘅究竟義和團咧係咪真係可信好，咁繼續去嗰個事件嘅發展北京同天津嘅淪陷，聯軍就攻陷咗天津直到提到涉獵士城咧就戰死德國陸軍元帥瓦德西咧就繼續進攻。好，當時已經唔係2000人㗎啦當時咧打到呢個時候即係開頭2000嘅啫，跟住12000，跟住咧就係大規模嘅軍隊，因為咧啲各國嘅援兵到慈禧咧就係覺得就係形勢不妙於是咧就向列強要求咧就和解，列強就唔理佢因為當時你唔早啲完呢件事，你而家搞到呢個時候，你先至和解，佢又唔理佢啦。
北京就陷落，即係攻陷咗首都啊。慈禧太后就捉埋阿光緒帝咧，就走咗西安啊。西安都幾遠啊！西安即係就是舊時唐朝嘅長安啊。咁下詔中途就下詔罪己，即係我做得唔啱啦咁樣，並命令各地咧就剿辦義和團，有咩用啊？呢個時候你都離開咗首都先發呢個命令出嚟嚇。好啦，聯軍咧就佔領北京之後咧，咁大肆搶掠嚇，呢個係屬於一個情感上嘅復仇啊嚇，咁所以亦都係唔啱嘅，即係好似將頤和園裏邊珍寶全部攞走晒。中國嘅國寶奇珍啊、圖書文物全部咧就洗劫一空。好啦，咁就皇室大臣平民遇害咧，亦都係好多啊。咁就俄國更加藉口咧保護鐵路咧，出兵打呢個東三省啊，示意咧就係呢個焚掠屠殺。好，咁即係咧呢個最後結果又做咗好多壞事啦。呢個圖就係講呢個聯軍的入侵啦、紅色線啦，同埋一個慈禧嘅走咗去西安呢條線咁樣。好，跟住咧就去下低對協議東南互保。好，呢個去到一個爭議點。呢班人係咪叛國？好啦，呢班係咪叛國？爭議點點解？當慈禧即係朝廷咧同列強宣戰，呢班人同列強講和，即係列強我唔兩邊都唔幫你唔咁我就避開嘅戰爭，我中立咁樣嚇。咁就同朝廷嘅步伐並不一致咁咧算唔算叛國咧咁樣嚇？好啦，咁就係咪愛國人士咧佢哋咁包括李鴻章在內啊？好，聯軍入侵初期咧，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主張剿滅團民，即係呢班人唔應該留嘅嚇，呢班義和團嚇。咁慈禧就唔聽咁就下令向列強宣戰。好啦，咁傳諭全國各省率兵入京抵抗聯軍。好，呢個係朝廷的命令啊。好啦。繼續，劉坤一同埋阿張之洞咧，佢不受命，即係唔聽呢個命令。反而與各個領事咧訂立咗東南互保章程，緊要呢個非常緊要，因為呢個東南互保章程顯示地方唔聽中央説話，得唔得？呢個第一。第二，東南互保章程係保護咗南方不受戰火影響，保存咗清朝或者中國嘅經濟同埋民生起碼南方嗰邊嘅經濟民生保護咗。好啦，咁裏邊協議包括咗協議上海租界咧歸各國保護，即係租界範圍裏邊咧，列強你自己保護翻。長江流域咧就各省督府保護，長江流域就我哋自己搞掂，你唔好過嚟。好啦，簽妥咗之後咧，兩港總督李鴻章、山東巡撫袁世凱咧等12個省嘅督府都表示贊同，即係我都加入。好啦，嗱呢度有4個人啦咁我就用綠色筆啦。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4個人係唔聽朝廷命令因此8國聯軍之役期間裏面咧，黃河以南得以避過兵禍。咁呢個係對於保存當時嘅中國或者清朝嘅實力咧係好有作用嘅。問題如果戰火蔓延到南方嘅話咧，就跟住就經濟都冇埋咁但係咧呢個係違背咗朝廷嘅命令嘅咁朝廷就等於中國，中國就等於朝廷，咁即係其實你違抗咗國家命令咁就於是呢係咪叛國行為咧咁樣？如果係叛國行為嘅話咧，係咪事後要懲罰佢咧？但係又冇懲罰到佢喎，因為佢係保護咗嘛。咁即係佢究竟係保護咗國家，或者背叛咗國家咧？咁國家係中國人啦，還是一個朝廷咧即係朝廷等於國家，還是中國人先係等於國家咧咁樣？好啦，咁就因為佢保護咗南方好多中國人好，我哋繼續咯噃。好啦，東南互保章程的內容義和團初嘅時候咧，李鴻章曾經與劉坤一、張之洞咧同埋各地方督府上奏，力言亂民不可用，呢班人信唔過，唔可以用佢。但係慈禧咧對義和團舉棋不定頭先講過慈禧係猶豫不決嘅當時後來義和團咧越嚟越勢龐大啦。1900年嘅初咧，列強決定咧就聯合出兵。
咁咧就英國擔心咧，如果戰事波及長江流域嘅話咧，就俄國就會漁人得利，即係裏邊啲列強之嘢都有啲計算啊嚇。咁咧就提出，不如我哋咧就有個建議保護南方啦咁樣嚇。好，李鴻章、劉坤一咧原本就主張係剿辦義和團嘅，咁就贊成呢個建議啦。咁咧當時他們更以北京以為義和團所控制咧，宣戰乃屯民僑召為藉口，即係啲義和團搞出嚟嘅假命令嚟嘅，咁即係佢即係啲藉口啫。呢個佢都知道係藉口嚟啫嚇。拒絕咧就係派兵北上，拒絕派兵北上咧就幫助呢個朝廷。咁結果咧，在英國嘅倡議、東南嘅督府嘅配合底下咧，喺各個響應底下咧，就定為東南互保章程啦。好啦，咁成件事裏邊咧，全部都係重要大臣嚟嘅，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呢個提到3個人啦，就冇袁世凱。好啦，咁就東南互保咧，就保護咗啲橙色嘅省份，都幾大片嘅土地啊。好啦，跟住打敗仗就要簽條約。咁就簽訂個辛丑條約啊！北京淪陷咗之後咧，慈禧太后咧就派呢個親王奕匡，嗱，見到奕字都係親王嘅。好啦，咁就李鴻章同埋李鴻章咧就向聯軍講和。當時咧列強爭相競逐中國利益，企圖就瓜分中國啊！美國於是提出第二個門戶開放嘅照會，第二次嚇，咁就第二次。重新要保持中國領土嘅主權嘅完整嚇，咁美國又幫咗中國手喎今次啊！話由於當然佢都唔係為咗中國利益嘅嚇，咁啊美國都有利益係在其中啊。原因就係保護咗中國領土主權完整嘅話咧，咁其實咧就首先唔使統治嘅地方，啲地方唔容易統治噶嘛，你知有啲中國人咁憎啲外國人，係咪有義和團事件？咁亦都係咧，就佢哋都係賺錢嘅啫嚇。再加上中國遠離歐洲與美國，咁如果嗰次要直接管治都比較困難。相反，俄國就未必係咁諗啊。好啦，由於咧各國對中國民眾排外情緒有所顧忌啦，又認為瓜分中國咧係對列強不利嚇。於是大家都接受呢個門戶開放政策。1901年7月咧，奕匡、李鴻章代表清廷咧，分別與英、美、德、法、俄、日、意、奧、西、荷、比多咗3個11個國家簽訂咗辛丑條約。好啦，咁就於是咧呢場就爆國聯軍戰役咧就完咯噃。咁咧就下一節咧就講呢個辛丑條約的內容。好，呢節就到此為止，各位同學再見，拜拜。